繼續傑出華裔創業家得獎者嘅專訪系列報導㗎。喺今屆嘅9個獎項當中，奪得最佳企業進步獎嘅係一間總部設喺溫哥華、已經有超過55年歷史嘅土木工程顧問公司。咁究竟呢間公司有啲咩嘅獨特之處，能夠屹立不倒，而且仲可以喺市場競爭對手當中不斷突破同埋進步呢？今日好高興咧，請到今屆華裔創業家選舉嘅最佳企業進步獎得主 Alpen Martin 嘅負責人陳日輝咧，同你傾下㗎。係啊，歡迎你，亦都恭喜你 David， 你好。多謝你。係，唔該晒你嘅時間先。我知你溫哥華，不過而家嚟到多倫多嚇，接受我哋訪問啊。同我先介紹下你公司嘅一啲嘅背景先啦。即係土木工程顧問公司其實主要做啲乜嘢，同埋你哋大概有幾多 staff 咁啊？嗱，我哋呢間公司咧就喺1968年嘅時候創立嘅。咁樣我哋主要嘅工作範圍咧，就係幫地產發展商同埋市政府去發展一啲未用過嘅土地，或者再發展一啲已經用過嘅土地。但係而家我哋已經發展到多元化，咁我哋都有建築公司啦 ，architect， 有 surveyor， 即係地質測量，亦都有城市規劃。咁我哋呢一多項嘅設施咧，係全部都係融合現今嘅地產發展需要。咁啊，我知道你哋公司就已經超過55年歷史，實際上差咗58年啦。其實有啲咩即係秘訣，即係屹立不倒啊？你都話齋啦，個市場係不斷變啦，技術又不斷變啦。你哋有啲咩嘅特別之處？你覺得可以即係分享下咧？嗱，其實我哋間公司主要我喺可以屹立不倒嘅主要理由就係因為要對個市場嘅資訊，我哋有好特別嘅資訊，我哋有一班人係專係做市場調查，喺邊一方面需要去增加公司嘅生意量，亦都我哋同好多市場裏邊嘅關係都好好。再加上我覺得係最重要呢一點喺呢10年裏邊，就係我哋能夠吸引到好多好好嘅 talent， 即係好好嘅人才，同埋我哋自己亦都培訓咗好多好好嘅人才。係我覺得喺呢一方面係令到點解我哋呢5年10年裏邊增長得快。咁你都講到即係最緊要人才啦。嗱，以我所知，好多人都會讀 architect 畢業啊。咁其實點解又要再去培訓咧？係咪即係特別需要呢一方面先至能夠喺個顧問公司度可以發展咧？唔係話想畢咗業就可以做咧？基本上咧，喺工程師同埋喺其他每一個專業嘅 professional 裏邊啦，就算你係建築師咧，都需要我哋俗稱跟師傅嘅。咁我哋就係好集中我哋嘅注意力係幫呢個人去揾一個啱佢哋嘅師傅喺公司裏邊，而教佢哋點樣去做。我哋好早已經睇到呢一樣嘢。咁喺10幾年前，我哋已經 establish 咗一個培訓嘅程序，咁教每一部分嘅新人去點樣去做，佢哋可以做得更加快、更加好。而我哋喺行頭亦都有名喺溫哥華。咁即係話原來即係人才好緊要啊！呢個培訓好緊要。OK， 咁啊，即係再講下啦。你哋而家佢哋幾多員工？好似最初由幾十個，而家已經到300幾人係嘛？當我喺30年前 join 呢間公司嘅時候，啱啱畢業嘅時候，嗰陣時係大概60零人。咁到今日係已經360幾人啦。咁我仲繼續 grow 緊。咁嗰陣時係一間係得一個分行嘅啫，就喺溫哥華喺 Surrey，喺素黎士。而家我哋已經去到有9個分行，喺 Ottawa 有一個分，最初而家最新嗰個喺 Ottawa，同埋喺屋苑我哋都有個分行。咁呢個就係我哋公司開始向加拿大向加拿大東岸發展。明白。咁啊，你自己就第4代、第5代負責人係嘛？第六代添啊。OK，第6代負責人。OK， 係啦，58年真係一啲都唔簡單。嗱，你今年咧喺 ACC 就攞咗呢個最佳進步獎嘅公司，你覺得你喺邊方面有進步？特別喺呢即係可能近呢幾年啦，或者有啲咩嘅大嘅我哋叫做話即係一啲轉折點啊，一啲嘅大嘅關口，令到你公司係進步咧？其實我哋公司進步當然啦，我一定要講就係呢咁多年喺呢10年裏邊嘅地產發展屋嘅需求係非常多，咁亦都幫助咗我哋公司嘅進展。但係我亦都好早我哋已經睇到就係我哋需要將一部分年輕嘅professional 將佢哋提升到可以做一個 partner 嘅地步。因為好多 grow 得慢嘅公司咧，佢哋嘅領導階層咧唔想放手。我覺得呢 progressive 呢個意思就係點樣幫下一代去提升佢哋，而令到佢哋盡快喺一個適合嘅速度做到一個 leader。咁呢個係我覺得係我哋公司點解咁突出同其他公司唔同嘅地方。咁啊，每一個即係得獎者都問呢個問題啊。除咗你話即係好着重人才，你自己譬如話你自己營商之道又好，你自己個人做人處事有冇啲乜嘢嘅我哋話叫做座右銘啊？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下點樣可以即係成功咧？
我覺得最緊要一樣嘢啦，如果你係話喺做生意，就係誠信啦。呢樣嘢我覺得我講過一定要做，講得到一定要做得到。我覺得喺任何生意呢一方面都係一個最重要嘅誠信，同埋要諗長線。係因為每一個決策、每一個決定，我哋今日做嘅係影響到10年、15年後接班人嘅操作。即係你都有個 vision 睇得清楚，有個長線，要知道自己想做發展咩方向。咁嗱，呢最後一個問題啦，講開發展，你覺得未來你哋嗰行咪繼續會都係蓬勃咧？因為我哋成日話而家經濟又唔明朗，咁可能啲息又唔知點，啲樓市又麻麻地。你點樣睇你嘅前景咧？其實呢一樣嘢，我係由於現今喺呢幾個月都好多好唔同嘅聲音，好多 uncertainty。其實長遠嚟講，我哋呢一行係會好好嘅，係會好 strong，因為點都好，加拿大有好大嘅住屋需求，好多以前做落嘅基建都好快將要去更新。再加上現今社會嘅需要，例如 logistic 嘅 warehouse 啦，就好似 Amazon 啊、FedEx 嗰啲啦，再加上好多要 data centre 啦，因為而家有好多 AI，咁等等呢啲嘅需要咧，都係會包括喺地產發展、銷售或之類有關係嘅。雖然短期內會有啲波幅，咁所以我唔會覺得有咩大影響咯。同埋因為即係3級政府、聯邦政府全部都係要話要起樓啊嘛，起屋啊嘛，希望可以多啲人可以住到樓。咁所以應該都前景都幾明朗，同埋希望你可以再培訓多啲人，係嘛？多啲人可以入到呢個行業，亦都希望你起到更多樓啊嘛，俾我哋多啲人住。OK， 再次恭喜你 David， 同埋多謝你嘅時間同我哋分享。多謝你。OK，thank you，唔該晒。OK。咁剛才咧係同今屆華裔創業家選舉嘅最佳企業進步獎得主陳日輝 David 咧，同我哋分享下佢嘅創業同埋經營之道嘅。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啦，稍後仲有其他環節，轉頭見。